Hello，大家好。近日日本 Uniqlo 推出咗父親節嘅廣告喎，咁個畫面咧就係個爸爸被設計得好細好遠啦，捲埋一嚿咁坐喺個地嗰度，配上一段文字就係話父親嘅心底話。母親節大家都過得好用心，唔知道父親節會點樣呢？作為爸爸嘅我，會唔會被感謝呢？語氣好卑微咁樣講，仲表示如果冇人表示都冇關係㗎，只要講一句多謝你一直以嚟嘅辛苦，咁就足夠啦。廣告最後呼籲大家，不如父親節都同爸爸講聲多謝啦。而呢個廣告一出，好多網民都發起留言喎，就話爸爸真係好可憐啊。而好多嘅留言都充滿住黑色嘅幽默同埋諷刺嘅味道，例如唔係我哋成日將爸爸睇得好細，而係因為佢哋喺好多家事上邊都退到遠遠。另一個留言就話呢個設計係咪未完成啊？爸爸嗰個人應該要調成20% 透明度喎。呢個我睇完嗰下真係笑咗啊！有啲又話笑死啊，仲敢要求過父親節，平時有冇認真做過爸爸啊？好在都有一啲網民力撐爸爸，批評啲留言呢有啲激動，就話邊個唔係爸爸出錢養大㗎？一班人喺度嫌棄自己個爸爸，都唔覺得羞恥嘅咩？無論係爸爸定係媽媽，唔俾重視嘅時候，自己都要檢討一下。今次呢個廣告得到好多業界嘅讚賞，廣告不停呼籲大家關心多啲爸爸，同時都打開咗家庭嘅角色定位，同爸爸嘅距離更加拉近咗。睇完呢個新聞之後，網民嘅留言雖然好好笑，但係爸爸對呢個家庭其實都付出咗好多，只係以靜音嘅模式默默咁付出。真心，爸爸同水晶就好似平時冇人留意，但係冇咗佢，成個家就好似斷咗線咁樣。今日就揀翻件啱佢嘅水晶，無論你爸爸係公司嘅高層定係一啲宅男，總有一款啱佢嘅。即刻睇下唔同嘅行業爸爸最需要邊一種水晶 buff 啦。好似黑曜石就適合經常出差、開車、工作壓力大嘅爸爸，可以當一個守護石，因為佢可以增強保護力、穩定情緒。而虎眼石咧就適合創業啦、管理層啦，需要領導力嘅爸爸，助佢嘅事業運，增強勇氣、自信同埋決斷力，象徵住父愛嘅堅毅。而茶晶就適合體力勞動或者中意戶外嘅爸爸，幫佢恢復體力、接地氣、舒緩疲勞。青金石咧就適合一啲學者、律師、教授專注嘅事業，提升智慧同埋溝通，令爸爸嘅頭腦就更加輕鬆啦。而紅瑪瑙就適合年紀大、專注養生嘅爸爸，促進佢嘅血液循環，象徵住活力同埋健康。而黃鐵礦就適合一啲從商投資嘅爸爸，吸引財富，激發行動力，寓意金石為開。而螢石咧就適合做 IT 人或者科技行業，提升專注力，仲可以抗輻射添。如果爸爸係比較低調，唔係好帶飾物，可以揀啲隨身小物品、原石擺設或者呔夾、袖口鈕都可以㗎。你都揀返樣啱嘅水晶俾爸爸，等佢唔好覺得自己嘅存在感好似 WiFi 一樣，冇人特登提，但係斷咗就會全家嘈啦。喺呢度都祝各位嘅父親有一個開心愉快嘅父親節。